呢個作品《花海夢境》以沉浸同埋環保方式，利用中國傳統被稱為花中四君子嘅4種植物蘭、竹、菊、梅為主題，代表一年四季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借喻大自然裏邊嘅生命循環。彩燈藝術裝置外圍透過中式嘅通花雕刻設計，配不同嘅燈光、顏色同埋動態，像指四季景色嘅變化。作品除咗利用人類唔同嘅感官系統，視覺、聽覺、嗅覺及觸覺，以沉浸方式展示之外，仲融入咗 STEAM 元素，利用光學反射原理，外部利用多塊鏡子反射，加上煙霧效果，令觀眾霎時置身喺花海之中，猶如疑幻而真嘅夢境。設計融合咗中國傳統文化嘅精髓，透過中式嘅通花雕刻設計，再配以燈光同動態效果，展現花中四君子嘅優美姿態，激勵青少年勇於創新與探索。燈光設計方面，外圍運用紅色、白色同埋紅白色組合燈光展示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嘅顏色。觀眾可以透過中間圓形按鈕，改變花海嘅燈光顏色同閃爍嘅節奏。另外，當觀眾接近嘅時候，動作感應器會啟動花燈外圍蝴蝶燈串，令到花燈更加有生氣。花燈仲採用咗再生能源，透過太陽能為燈串提供電力。最後，花海夢境唔單止係一件以沉浸式同環保展示嘅彩燈藝術裝置，仲傳遞咗中華文化對自然嘅智慧，展示中華人民嘅高尚情操，展現我國國民嘅優良品德。